来继续来看全国80多间猪肉进口商烧焦，来做出着5大保证。工作对未来进口到美国的内猪，卖甲标示做好周知。行政院长苏贞昌讲，真欢喜看到业者自愿主动安尼来做。就是这场活动，超80间猪肉进口商站出来，讲未来要进口来猪，卖清楚表示无来这肉。业者站出来救家己，政府嘛知影。人都乐见进口肉品的5大措施仍然会严格把关，而且逐批查验。苏贞昌无正面讲，政府敢要杀无含内这标章，毋过看顶礼拜5这场。提北来闹机场，敢拼扫台开几啊万，若是要换地毯，上少要开正100万。日本议秘书长林志嘉要求卖炸北来来议场，毋过有顶摆例，予苏贞昌顺利上台，尾下佮打电话甲民进党立委说多谢。他就一听，他就冲的声音嘛，就好紧的。然后一听到唰就掉，讲奇怪，冲怎么会打电话来？第一时间没有接到电话，然后隔天早上就喂。志伟啊，然后就很简单的说声谢谢。现在蔡总统找不到第一院长，您更适合来接棒的人，你怎么看？谢谢。敢袂当顺利甲院长的位保调回，副方佮一摆讲，因即马无改组的规划，希望有的人莫阁乌白团会。